富衛保險冠軍賽馬日獲選馬匹名單。主席短途獎嘉應高升，目前全球評分最高嘅賽區嘉應高升，喺大衛希斯訓練及潘頓胯下創下19連勝紀錄，當中8場為1級賽。李健夢境上年喺主席短途獎負於嘉應高升得亞軍，其代表作為2025及2026年2度勝出高松宮紀念賽。驕陽明區由蔡約翰訓練嘅驕陽明區，至今已累積7場頭馬。上季曾經喺1200米3級賽沙田銀瓶奪冠。富衛保險冠軍1哩賽，遠觀天象。5歲街市遠觀天象曾經喺1哩途程勇奪4項1級賽殊榮，最近一場勝仗係上年11月喺京都競馬場舉行嘅1哩冠軍賽。遨遊氣泡上季成為香港歷來第2匹3冠王，並喺上年12月攻下香港1哩錦標。港邊小區係嚟自英國嘅挑戰者，佢曾征戰日本、香港、法國同澳洲。上年12月香港1哩錦標跑獲第4名。富衛保險女王盃蒙面舞會，4歲新星蒙面舞會喺2025年勝出1級賽秋季天皇賞。上年11月喺日本盃同格倫島上演一場精彩激鬥，僅以些微距離落敗，跑獲亞軍。浪漫勇士由沈集成訓練嘅浪漫勇士係香港一代巨星，合共累積13項1級賽冠軍。當中包括4度奪得香港盃，佢更加係全球累積獎金最高嘅賽區，總獎金超過2億5千萬港元。裕冠軍近半年於中東取得理想成績，去年底勝出2級賽巴林國際錦標，今年2月更加勇奪1級賽新未來城草地盃。富衛保險冠軍賽馬日，4月26日，沙田馬場。